最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想做，或想有，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种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5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美秀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欢喜的来敬拜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赏赐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紧紧跟随你的脚步，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读懂你圣经上的奥秘，让我们走在你的正道里面。所以我们要一生紧紧的来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孩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昨天的撒母耳记下的21章看见一段的附录，那这段附录呢是从21章一直到最后24章结束。那这跟时间顺序没有一定的关系，那是把前面撒母耳记没有提到的，在这里做最后的补充。那提到了一段3年的饥荒，那经过大卫的祷告求问，知道是来自于扫罗杀了与约书亚立约的畸变人，所以导致饥荒。而大卫按照畸变人的要求来处决扫罗的7个后代，男丁。那一方面他也保存了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的后代。那所以但在这段当中呢，扫罗的遗孀就是扫罗的妃嫔这个利斯巴。好，那他为了他失去的儿子呢几乎是有半年的时间那日夜的看守儿子的尸体。好，那也在感动了大卫。那让大卫把扫罗和约拿单的骸骨重新安葬回扫罗的家乡，就是在喜拉。那也最后面也记载大卫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征战呢，是靠着团队，那还有年轻一代能够骁勇善战打败了非利士人。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好，那是一首记载大卫得胜的诗篇，那也同时也记载在诗篇的第18篇。那么先请美秀组长带我们来读第1节到第4节。第1节，上主救大卫脱离扫罗和其他仇敌的手时，大卫向上主唱这一首歌：上主是我保护我的岩石和堡垒，我的上帝是掩护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是我保护我的要塞。他是我的救主，救我脱离强暴。我向该受称颂的上主呼求，他就救我脱离仇敌。以上。那诗篇18篇记载一模一样的诗篇，好，但是诗篇第18篇的小字呢，就是现在这首撒母耳记下22章的第1节好，所以这第1节在诗篇18篇是小字，那但是诗篇18篇的第1节呢，在撒母耳记下22章没有。好，那诗篇18篇的第1节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好，我爱你。好，那在
撒母耳记下里面并没有出现哦。那这首诗篇的背景跟前面21章一样，也不一定是在大卫年老或是衰老的时候的诗篇，那有可能是在大卫年轻的时候。那从第1节跟诗篇18篇的小字呢，就知道说这首诗篇的背景是大卫上主救了大卫脱离所有的仇敌，包括扫罗的手。所以这意思就是至少是在扫罗死了之后，那才写的诗篇。但有可能就是扫罗死了之后跟大卫犯罪以前这段时间所写。那这第1节是讲到前言，第2到第3节呢，第2节到第4节呢是宣告上主是拯救者。那第3节用了7个形容词形容上主的名，好像是岩石，像是山寨，是磐石，是盾牌，是角，是碉堡，是避难所。所以这里用了7样的形容词或是7个比喻呢，来形容上帝对大卫的拯救。所以第4节大卫就要称颂赞美神，因为神救他脱离仇敌。好，那接着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5到7节。5节，死亡的浪涛环绕着我，毁灭的急流冲击着我，阴间的绞索缠绕着我，坟墓的网罗等待着我。在困苦中，我呼求上主，我呼求我上主的帮助。他从圣殿听见了我的声音，我求救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以上5到7节是大卫他在遭难时，好，那这个难呢，这个患难呢，一方面来自于扫罗，一方面也来自于外围的这些国家或是其他的仇敌。好，那大卫在患难时的祈祷，那上帝就垂听他的呼求。所以5、6、7可以看出上帝对大卫的拯救，包括死亡，包括毁灭，包括阴间和坟墓。那就是大卫的好几次陷入到险境危机当中，但是大卫所能做的就是在困苦中呼求神，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好，那这个殿前面我们有提过这个殿不是圣殿，因为圣殿要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才盖起来。好，那这个殿呢应该指的就是指会幕，就是指约柜摆放的地方。我的呼求就进入上帝的耳中所以他把上帝跟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对话互动呢，好像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关系一样。好，那接着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8到16节。那时候，大地摇撼震动，天的根基都颤抖，因为上帝发怒，他的鼻孔冒烟，口发出火焰和烧着的炭。他拉开天空，亲自降临，有浓厚的黑云在他脚下。他骑着基路伯飞行，他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掩蔽自己，密云带水环绕着他。从他面前的光辉，炭火喷出火焰。上主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他的声音。他射箭赶散他的敌人，他发闪电使他们溃退。上主斥责敌人，在烈怒下向他们吼叫，海底就暴露出来，大地的根基也都赤裸。以上。那从第8节到31节这一段是一个倒叙法，就是最后这一段的是诗篇18篇，也是22章的重点，就是大卫他为什么得到上帝的拯救，就是因为大卫在上帝面前是成为一个诚实完全的清洁的人那第8到16节这一段呢，是大卫讲到上帝的怒气。那上帝的怒气使天地都撼动，那上帝的鼻孔发烟，好像愤怒，口中发出火焰还有炭。那上帝把天空打开拉开，而从其中降临。那甚至有浓黑天空的密云在上帝的脚下四围来行宫。那上帝骑着基路伯，就是基路伯在耶和华的使者那在他的前面来
为他来开路，好，基路伯在风的翅膀上显现。那所以在这段的诗篇当中，那大卫对上帝的这样显现，之前的画面呢，是一个铺陈，这个铺陈就是上帝要来了，要来了，那好像是暴风雨前，好的看到了这样子的令人惊骇的景象。那上主呢，甚至用打雷来发出他的声音，射箭就是闪电，来赶散他的敌人。那斥责敌人，在烈怒向敌人来吼叫，甚至使海底这个海水呢都退去，海底就暴露出来，使大地的根基也暴露。所以这一段的形容呢非常的精彩，那也可以看见这个在大卫，虽然这些情境呢并不是真的发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但是大卫的想象力，或是大卫他对上帝的敬畏，或是上帝在大卫的这个患难当中来显现呢，就好像是一个惊涛骇浪的画面，那上帝就是如同耶稣平静的风浪一样。好，那接着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17到20节。17节，上主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从深水中把我拉出来，他救我脱离强敌的手，脱离了恨恶我的人，他们都比我强大。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攻击我，但上主保护了我，他领我脱离险境，他救我，因为他喜欢我。以上。8到16节形容上帝的愤怒。好，那在上帝的愤怒，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好，但是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17到20节就是讲到上帝的慈爱。那上帝在愤怒当中，从高天伸手抓住了大卫，从深水中把他拉出来。好，这个拉出来就是摩西的名字啊，摩西就是把他拉上来。18节，他救我脱离强敌，脱离恨我的人，所以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上主保护了我，他领我到宽阔之处，那就是领我离开的险境，他就把我，因为他喜爱我。所以大卫知道他是得到上帝的怜爱，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够在这个几乎要遭灭亡的时候，在死亡毁灭阴间坟墓当中，但是呢他却仍然存活下来。接着再请美秀组长带我们来读21到25节。21节，上主因我的正直报答我，因我的无辜赐福给我。我遵行了上主的道路，我未曾背叛我的上帝，我遵守他一切的法律，我未曾离弃他的命令。他知道我无辜，我远离邪恶，所以他照着我的正直报答我，因为他知道我清白。以上。那在这一段呢，21到25节，大卫描述他怎么样成为完全人，就是因为有上帝的正直、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正直公义怎么临到大卫。那从22到24节，大卫用几个形容词，包括上主的道路，就是耶和华的道，那还有他的典章、他的律例，就是法律和命令。那还有这些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路，使大卫24节，在他面前成为无辜。好，那和本是写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了。好，那现代中文译本呢是用了无辜，就是没有罪。那也持守自己，远离邪恶，远离罪孽。所以上帝的话能够接近我们，使我们来免得得罪神。所以也说这一段就是大卫能够自称自己是完全人，是无辜，远离罪孽，应该就是在他犯罪之前所写下来胜利的诗篇了。25节，所以上主就照着大卫的公义他的正直来报答，在上主的眼前知道大卫的清洁，所以和本说在他眼前按我的清洁赏赐我，所以大卫是问心无愧，
那他以上帝的话呢，成为他的公义的护心镜，让他能够在上帝的公义面前呢，成为一个完全人，然后问心无愧的人。那接着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26到30节。26节，上主啊，你以信实待信实的人，你以完善待完善的人，纯洁的你以纯洁待他，邪恶的你敌视他。你拯救卑微的人，敌视并贬低高傲的人。上主啊，你是我的明灯，我的上帝，为我驱除黑暗。你给我攻击仇敌的力量，能够摧毁他们的防御。以上。那从26到30节，好，那上帝前面讲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好，这里讲到的是上帝的信实。那上帝是不是这种心情时好时坏、变化无常？不是，而是当你越认识上帝的道，就认识上帝的性格性情，就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大卫说，信实的人，上帝就用信实待他；完全的人，上帝就用完全完善来待他；清洁的人，上帝就以纯洁来待他；而至于歪曲邪恶的人，上帝就敌视他。但所以你要人怎么待你，就要怎么待人。好，你要上帝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先成为上帝眼中的这样子的人了。好，所以大卫，这是大卫的经历，也看见大卫在他早期，在他60岁以前，那他怎么样的勇敢，怎么样子的慈爱，怎么样的完全，怎么样的清洁和信实，那他经历上帝与他同在应该说是在大卫55岁以前呢。那但是当大卫犯罪之后呢，我们刚读过的这几章撒母耳记，就看见大卫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就为自己带来年老时期的痛苦还有患难。那所以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写诗宣告承认上帝的信实，同时他也提到上主拯救卑微的人，敌视贬低高傲的人，而上主就是就是大卫的明灯这个灯呢，就是他在黑暗当中的亮光。而30节，大卫也借着上主的同在，能够冲入敌军的阵营，就是攻击仇敌的力量，能够摧毁他们的防御所以和本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城墙所以大卫他能够冲锋陷阵，其实不是因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的信实与他同在，所以让他敢面对歌利亚，让他敢面对这一切的患难，甚至在这个受膏者的面前，扫罗的面前呢，大卫他也不会去伤害他，他依然知道他是靠着上主存活。那接着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31到35节。31节，这位上帝他的作为多么完善，他的话多么可靠，他像一面盾牌，保护所有投靠他的人。除了上主，没有别的上帝，唯有上帝是保护我们的岩石。这位上帝是我巩固的避难所，他使我的道路安全，他使我像母鹿一样脚步稳定，使我在高山上站稳。他训练我怎样打仗，使我能拉最强硬的弓。以上。从32到46节，是记载上主怎么样拯救大卫，而去击败大卫的敌人。那这一段，那前面是讲到上主怎么样让对待大卫，是因着大卫的完全。那这里是当上主拯救的时候，上主如何来介入在大卫的患难当中，帮助他。那31到35节讲到上帝的保护。好，那他的保护像是盾牌，他的保护像是磐石，他的保护像是避难所，他的保护像是一条安全的道路，他的保护像是这个母鹿，可以走在
这个走在山壁上，或是走在路上高山上，好，但是呢能够站稳脚步，不会从悬崖上摔下来。上主训练我怎样打仗，训练我使我能够拉最强硬的弓啊，好，就是让大卫充满了力量，好，他能够去出战非利士、亚门、摩押，好，这些这亚玛力人。好，都是因为上主的保护与大卫同在。好，那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36到43节。36节，上主啊，你赐给我得救的盾牌，你的眷佑使我兴旺，你使我的路径宽敞，从来没有跌倒。我追赶敌人，消灭了他们，不击败他们，我不回头。我击倒他们，使他们站不起来，他们都扑倒在我脚前。你赐给我打仗的力量，你使我能够制服敌人。你使我的仇敌奔逃，你使我消灭恨我的人。他们呼救，但没有人能救他们。他们向上主呼求，但得不到回答。我粉碎他们，像风吹散灰尘。我践踏他们，如践踏街上的尘土。以上。那在这一段当中可以看见，上帝不仅是保护大卫，好，甚至是帮助大卫。所以在大卫胜过仇敌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大卫跟上帝联手合作。好，那不仅给大卫保护，给他盾牌，好，然后让他的路径宽敞，甚至没有跌倒，那还可以追赶敌人，消灭敌人。好，所以这里大卫用了第一人称，我追赶敌人。用了第二人称，你使我路径宽阔。好，那击倒敌人，使他们站不起来。好，那你赐我打仗的力量，使我能够制服敌人。好，然后又你使我的仇敌奔逃，使我消灭恨我的人。好，他们呼求却没人救他们，他们向上主呼求却得不到回答。好，我粉碎他们，践踏他们。好，那这里呢，好，大卫用了你跟我，好，这样子的形容呢，来看见上帝好像就是跟大卫，好，是联手起来，一起来打赢每一场的胜战。那这个战争的胜利呢，不仅是对着其他的国家，好，也包括对着扫罗的王朝。好，那但是这不是大卫的手，而是上帝的手。好，那接着再请美秀他们来读44到46节。44节，你从背叛的人民中救了我，立我做列国的元首，外族人也都归顺我。他们一听见我就服从，异族人都屈服在我面前。他们上计了勇气，恐惧站立的走出他们的营垒。以上。那44到46又看见上主不止帮助了大卫，也与大卫同在啊。所以就算是在背叛人的当中，好，那他成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好，所以这个列国的元首，好，那也表示大卫他已经是登上王位，甚至他已经不是只有做犹大人的王，也做了以色列的王，甚至还能够平定好四周围的国家，好，连其他的国家的王呢，好，也向大卫来臣服。素不认识的百姓也侍奉大卫啊，好，连外族人好也都归顺在大卫的旗下，他们一听见我就屈服，异族人屈服在我面前呢。好，这里讲到是外邦人，所以大卫的名声远播，而外邦人呢，他们要上胆，好，战战兢兢的出营寨啊。好，所以他们听到大卫的名声呢，好，就连拿武器的手都软了，好，就不敢向大卫来挑战。所以可以看到大卫呢，到后来他几乎不用出征，而是他的名声好就可以制服许多的人。好，那这前面的过程就是来自于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帮助，好，跟现在上帝的同在啊。好，所以是上主的名，好，大卫的名就跟着上主的名被高举、被高升了。好，那最后再请美秀带我们来读47到51节。47节，
上主永远活着，要颂赞我的保护者。上帝是我的拯救者，要宣扬他的伟大。他使我胜过仇敌，他使各族都降服于我，且救我脱离仇敌。上主啊，你使我制服了仇敌，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因此，我要在列国中颂扬你，我要歌唱赞美你。上帝使他所立的王屡次得胜，他向所拣选的大卫和他的后裔永施慈爱。以上。好，那在最后这一段47到51，好，是一段称颂，也是一个结束。好，那称颂上帝是永活的神，而且要永远的拯救大卫跟大卫的后裔啊。好，所以这一段也可以让我们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好，就是大卫之约。好，大卫原来要为上帝盖圣殿，好，但是上帝却赐给大卫好更大的礼物，就是兼顾他的家，就是他的王位王朝。好，那47到51也是可以讲到这个最后的胜利呢，是归给神，不是大卫的胜利，而是神的胜利啊。所以47节讲到耶和华永远活着，愿我的磐石被称颂。所以大卫写的这首诗，好，就是要来称颂救他的神，愿神救我的磐石受尊崇。好，就是神的作为不是只有大卫一个人纪念，包括到我们今天3000年后在读这首诗篇的人呢，也会去感受，同样去体验到上帝的拯救和帮助。愿这位神为我伸冤，使万民服在我以下。所以大卫他在遭患难，好，也受冤枉，或是他是存着纯正的心，好，但是却被当作罪人一样的对待，好，犯人一样的对待，那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公义和信实，他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好，所以大卫好像是在灰尘在地上，好，已经被打在地上，踩在地下，但是呢，神却是把他从地上拉拔，好，甚至高举起来，高过也强过这些攻击他的人，救我脱离残暴的人。好，所以大卫他知道这个过程呢，好，不是靠着他自己，而是靠着神。最后的50、51，好，耶和华，我要在列国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所以大卫的诗篇，不是只有教导他的百姓，当他其他的国家外族人、外邦人，好，来表达忠诚的时候，大卫也把这首诗篇好也送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好，就是大卫他的得胜不是来自于人，是来自于神。上主51节，耶和华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这位王就是大卫，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指大卫。好，那是谁呢？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所以这里用了王，用了受膏者这2个字，好，也是在可以表示以后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好，那就是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样子的胜利呢，这样的救恩呢，不是只有在大卫的年代、大卫的时期，而是要永永远远的永施慈爱啊。好，所以这一首诗篇不是很短，但也不会很长，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非常的精彩啊。那从今天这首22章诗篇18篇的诗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回顾大卫，他感念上主的拯救，写了诗来宣告，也来颂赞上主的作为。所以当我们上帝有恩于我们，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可以写诗，可以唱歌，可以做见证，可以传福音，可以分享，有很多表达的方式。而大卫呢，也因着他心存着诚实、正直、完全，所以上主用大能来拯救他。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神是看见大卫的内心，以至于呢就要撒母耳去膏抹他。而大卫的内心呢，的确也是一路上，他真的是非常的谨慎小心的来跟随上帝的引导。
那大卫也回顾上主的救恩，来见证上主帮助他打败各样的仇敌，不论是外面的仇敌或是里面的仇敌，但是他始终小心自己，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不要要怎么样又能够去爱仇敌。好，所以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下，当大卫被押沙龙追杀的时候，他逃到外地去，但是外地外族人，甚至连非利士人都有600人来投靠，来帮助大卫，来跟随大卫。所以这些非利士人跟大卫的关系呢，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呢？好，那也可见大卫他能够来诠释爱仇敌。那最后大卫就是用诗歌来颂赞上主，也颂赞上主为他来伸冤，那也坚信上主将永远拯救，以及他的后裔上主的救恩要世世代代永远来传扬传承。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22章诗篇第18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读了大卫的诗篇，也回顾我们自己得救的见证、得救的故事，也是如同大卫一样，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凶恶、脱离死亡的权势，主也救我们脱离一切那谎言还有欺骗，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并且你也为我们预备了道路，是永生的道路，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新天新地的圣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也能够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用各样的智慧，用各样子的见证来诉说、谈论上主你的作为，能够让更多的外邦人、外族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来认识神，也能够来敞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愿主你的美好的旨意彰显，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美秀，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